最近呢段日子，你打開手機望住嗰個通訊 app， 係咪發覺有啲平時成日傾偈以為好熟嘅朋友，突然之間對你已讀不回，甚至乎無端端將你 block 咗？又或者有啲親戚無端端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同你反轉，豬肚就係屎，甚至四圍同人唱衰。你話你嘅不是，你個心揦住痛，晚晚瞓唔着，不斷喺度反省，到底我做錯咗啲咩？點解我全心全意對人好，最後會換來眾叛親離？你甚至會覺得係咪自己做人好失敗，搞到老來連個真心朋友都冇？如果你屋企有屬豬嘅親人，或者你自己就係屬豬，大師今日要用最溫暖、最懇切嘅說話同你講，千祈唔好再怪責自己，更加唔好低聲下氣去挽留呢啲人。你以為係自己做人失敗，錯啦，大錯特錯。喺我哋高深嘅八字命理入面，踏入公曆8月正式交，節氣進入新月後同豬相遇，正觸發咗命盤入面最陰毒嘅格局，叫做辛亥傷害。傷害顧名思義就係暗箭傷人，恩將仇報。但係大師今日要恭喜你，老天爺見你前半生食咗太多死貓，特登借住8月呢個傷害嘅極端氣場，幫你強行出手，斬斷身邊所有嘅吸血鬼同爛桃花。身邊有呢3種人突然離你而去，絕對唔係衰嘢，而係你個財富即將大洗牌，極有希望迎來大翻身嘅極品吉兆。你哋嘅緣分已經盡咗，佢哋嘅離開係為咗騰出空間，等真正嘅貴人同好運可以行入你嘅生命。快啲睇下你身邊走咗邊種人，即刻喺留言區打出業緣退散，好運入局，清空你嘅負能量磁場。我哋馬上為你解開心結，拆解點解呢個係你發大財嘅強烈先兆。我哋先嚟講第一種離去嘅人，就係當你係情緒垃圾桶嘅負能量，黑洞屬豬嘅朋友，你哋天生五行屬水，水嘅特性係包容、柔軟、海納百川。你哋為人善良，好識得替人設想，所以你身邊一定有種人，平時風光嘅時候絕對唔會揾你，但一遇到唔開心、受咗委屈，就會第一時間行埋嚟揾你倒苦水。佢哋會同你怨天怨地，鬧老公、鬧新抱、鬧社會唔公平。你出於好心，每次都花幾粒鐘去聽佢呻，甚至絞盡腦汁幫佢諗辦法解決問題。你以為你喺度幫緊朋友，但其實你係喺度消耗緊自己嘅生命力。呢啲人喺玄學上叫做耗氣星，佢哋日日將最惡毒、最霉嘅情緒磁場倒落你身上，你接收得越多，你自身嘅陽氣同財氣就越弱。你試下回想下，每次同呢啲人傾完偈，你係咪會覺得個人好攰，精神好散漫，甚至跟住佢一齊灰心喪氣？你嘅財運就好大程度係被呢啲負能量拖垮嘅，因為財神爺最寵意嘅係充滿朝氣、開朗、喜悅嘅磁場。你成身都係別人倒俾你嘅晦氣，好運點會降臨喺你身上？但係8月辛亥傷害嘅氣場，一到奇妙嘅事情就會發生。呢種負能量黑洞會突然因為你一次冇順住佢意，或者你實在太攰，冇第一時間覆佢電話，佢就會借題發揮，大發脾氣，甚至到處話你無情無義，然後同你反面走人。遇到呢種情況，好多屬豬嘅朋友會覺得好委屈，心諗我以前幫咗你咁多，你點可以咁對我？大師話，你知你應該贖雞還神先啱。呢個係老天爺見你太善良，主動幫你斬斷呢條消耗你元氣嘅業緣。當佢哋走咗，你嘅耳根終於清淨，你屋企嘅磁場就會慢慢恢復平穩同明亮。下半年，當你無再被呢啲負能量干擾，你會發現自己嘅頭腦變得前所未有咁清晰，精神飽滿。好多以前你睇唔透嘅賺錢機會，或者一直猶豫不決嘅投資決定，好有希望會喺呢個時候浮出水面。你嘅直覺會變得非常敏銳，判斷力大增。無咗耗氣星嘅拖累，你自身嘅水氣終於可以清澈見底，聚水生財。你會迎來一筆又一筆可觀嘅進賬。呢啲就係你斬斷負能量之後，宇宙補償俾你嘅財富回報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第二種突然離去嘅人。呢一種亦都係最令老人家同埋重情義嘅朋友痛心疾首嘅，就係過橋抽板、忘恩負義嘅白眼狼親戚或者朋友。屬豬嘅朋友，你哋一生人最重情重義，對住親戚朋友，只要人哋開到聲，你就算自己手頭緊都會盡量幫手。以前親戚要周轉，朋友話屋企有急事，你二話不說出錢出力，你以為大家血濃於水，或者識咗幾十年感情深厚。但係到咗8月，
當你遇到少少麻煩，想請佢哋幫手，或者只係想同佢哋傾句偈，佢哋即刻潛水電話唔聽，信息唔覆，甚至乎有啲人借咗你錢唔還，你輕輕吹一下佢就發大脾氣，話你孤寒，話你睇錢睇得太重，然後掉轉頭踩多你一腳，周圍同人講你壞話。呢種事我見過真係太多太多。有個屬豬嘅李伯，65歲以前細個屋企窮，全靠阿哥幫襯先讀到書出嚟做嘢。後來李伯做小生意揾到啲錢，阿哥個仔結婚買屋差30萬，李伯二話不說就借咗，連借據都冇寫，話兩兄弟唔使計咁清。結果10年過去，侄仔都生埋仔，從來冇提過還錢。今年李伯個孫要去外國讀書，學費差啲，李伯諗住叫侄仔還翻10萬應急，點知侄仔一聽即刻黑面話：阿叔，你而家身家咁厚，仲爭呢10萬蚊，仲話以前老豆幫你咁多10萬蚊當報答都唔夠啦。更加過分嘅係侄仔仲喺家族群陰陽怪氣，話有啲人發咗達就唔認窮親戚，睇錢睇得重過血緣，搞到叔伯嬸母都以為李伯欺負晚輩，李伯激到血壓升高，住咗幾日醫院，你話慘唔慘？真心真意幫人，最後反而變壞人，錢冇得返，親情又冇埋，仲要背黑鍋。呢種遭遇真係會令人懷疑人生，個心好似刀割咁痛，升米恩，斗米仇。呢個就係辛亥傷害最殘酷、最赤裸裸嘅寫照。傷害嘅本質就係六親緣薄，容易被親近嘅人傷害。但係大師今日要用一個極其高深嘅命理邏輯去點醒你，呢種人嘅走佬其實係上天幫你塞住咗財富最大嘅一個窟窿。點解叫塞住財富窟窿？每個人天生都有個財富，你呢世揾幾多錢，享幾多福都有定數。但財富如果有漏洞，就算你揾得再多都留唔住，左手來右手去，不知不覺就散晒。屬豬人嘅財富係水庫，因為亥屬水，水主財。而呢啲忘恩負義嘅白眼狼親友就係你財富入面嘅大漏洞。你今日借幾萬，聽日墊幾萬，後日佢有難又俾幾萬，日積月累就係天文數字。呢啲錢借出去容易收返難，甚至有去無回，就好似水庫穿洞，水不停流走，點儲都儲唔滿。辛亥傷害嘅作用就係將呢啲漏洞全部逼爆，等你睇清楚邊個係討債，邊個係報恩。佢哋而家同你反面唔還錢，甚至踩你一腳，睇落係你蝕咗，其實係幫你止損。因為如果佢哋繼續扮好人同你講親情，後面只會問你借更多，揾你笨更多。你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去諗，如果你而家唔認清佢哋嘅真面目，繼續同佢哋行埋一齊，保持良好關係，下半年會發生咩事？下半年經濟環境波動，呢班貪得無厭嘅白眼狼極有可能會遇到更大嘅財務危機，到時佢哋一定會再嚟揾你，而且胃口會更大。佢哋可能會用更加催淚嘅藉口，呃盡你嘅退休金、棺材本，甚至拉你落水，叫你用層樓去做擔保，叫你借財仔幫佢哋還債。以你屬豬人咁心軟嘅性格，你分分鐘會落碟。一旦你簽咗名，你下半世就真係翻唔到身，連安享晚年嘅機會都冇埋。我唔同大家講笑，呢啲事日日都喺發生。上個月先有個屬豬粉絲同我哭訴，話親細佬叫佢做擔保，借30萬做生意，話半年就還。佢諗住親兄弟冇理由唔幫，就簽咗名，結果半年唔到，細佬生意失敗，走佬債主上門揾佢還錢，30萬本金加利息差唔多40萬，佢退休金先得幾千蚊，一個月個仔又要供樓，被逼到冇辦法，差點要賣樓。我同佢講，呢個就係六親傷害嘅劫數。如果你早啲認清細佬係白眼狼，早啲保持距離，就唔會搞到今日田地。所以話早爆遲爆，不如早爆，早啲睇清一個人，蝕少少錢，總好過以後蝕身家，蝕埋層樓。老說話講破財擋災，好多人唔明白點解破財仲可以擋災，因為呢啲錢本來就係你要蝕嘅，早啲蝕少啲就可以擋住後面更大嘅災。如果唔蝕呢啲小錢，後面可能有更大窟窿，等住你分分鐘連命都唔保。8月呢個辛亥傷害就係幫你將身邊討債鬼全部清走，佢哋唔還錢冇所謂，唱你壞話冇所謂，因果有循環，佢哋欠你嘅老天爺會用另一種方式補償俾你，佢哋做嘅壞事自然有佢哋報應，你唔需要同佢哋嘈，唔需要同佢哋理論，睇清楚遠離佢就夠啦。
所以老天爺係用佢哋而家嘅反面同無情，提早幫你擋咗未來更大嘅一劫。呢個喺玄學上叫做破財擋災，甚至係破小財擋大災。認清咗佢哋嘅真面目，你以後就唔會再做冤大頭，唔會再被親情同友情綁架，及時止損就係最大嘅賺錢。下半年，當你將原本準備借出去或者被人呃走嘅錢，實實正正咁留返喺自己身邊，你嘅財氣就會得以聚攏，財不入烏門。小人走咗，貴人先有位入嚟，你極大機會會遇到真正賞識你、真心對你好嘅貴人，為你開闢新嘅財路，帶啟你揾到真正安穩嘅財富。第三種會喺8月份離你而去嘅人，係隱藏得最深，最容易令你覺得走寶，但其實係最危險嘅人，就係帶你行偏門、無事獻殷勤嘅假貴人。最近呢幾個月，你身邊係咪有人突然之間對你好好，主動行埋嚟，係咁同你吹噓有咩高息內幕、必賺項目，或者有咩低風險高回報嘅投資大計？佢哋平時同你稱兄道弟，帶你去飲茶食飯，將個未來描繪得金光燦燦，令你心動不已。你本來已經準備好攞筆錢出嚟跟佢發達，但係8月一到，佢突然間甩底，或者你哋因為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合作唔成，甚至對方突然人間蒸發。呢種人包裝得特別好，好難睇穿。可能係好耐冇見嘅老同學突然加返你微信，每日噓寒問暖，話當年讀書最佩服你。可能係遠房親戚突然嚟探你，帶晒手信話而家做大項目，諗住帶自家人一齊發達。可能係跳廣場舞認識嘅朋友，話自己投資養老項目，每個月收息收到手軟，特意關照你佢哋講嘅項目五花八門，有話做新能源，有話做保健品代理，有話做原始股，有話做跨境電商，仲有更離譜嘅話做民族資產解凍，交幾萬以後分幾百萬，無一例外，都係低風險高回報，穩賺不賠，而且只限自己人先有份。好多屬豬朋友心地善良，人哋對你好少少就掏心掏肺，覺得人哋真心關照你，加上年紀大咗，想揾多啲錢補貼仔女，或者賺多啲養老，或者賺多啲養老錢，好容易就心動。你心入面可能仲有啲揼心口，覺得自己錯失咗個千載難逢嘅發達機會，怪自己唔夠果斷。大師而家好肯定咁同你講，你應該每日裝香多謝神明保佑。屬豬五行屬水，8月生金生水，表面上睇落去好似係金生水旺，你有大把揾錢機會，但其實骨子裏係身害傷害。呢個喺命理上叫做假生真害。呢啲所謂嘅必賺機會，呢啲無事獻殷勤嘅假貴人，全部都係包裝得好靚嘅糖衣毒藥。上個月就有個屬豬嘅張阿姨同我講起件事，話以前嘅工友突然揾佢，話做緊養老公寓投資，投10萬，每個月翻2500利息，年息3成，5年後翻本，仲可以優先入住養老公寓。工友仲帶佢去參觀所謂項目基地，裝修得金碧輝煌，好多老人家喺度參加活動，個個都話好。張阿姨心動到不得了，準備將20萬退休金全部投進去。結果臨簽約前2日，工友因為張阿姨話要同個仔商量下，就發咗脾氣，話張阿姨唔信佢，咁好機會仲要問人，你唔做大把人做，然後就唔理張阿姨啦。張阿姨仲好唔開心，話自己錯失機會，仲怪個仔阻住佢。結果過咗唔到1個月，新聞就爆呢個養老公寓項目係非法集資，老闆捲幾個億走佬，好多老人家血本無歸，喊天搶地。張阿姨睇到新聞，成個人軟晒，話好彩當時同工友嘈交，唔係就真係棺材本都冇埋。你睇呢個就係老天爺嘅安排，佢唔會直接同你講呢個係騙局，但會用各種方法令你做唔成，令呢個假貴人自動離開你。你以為係衰運，其實係好運；你以為錯失機會，其實係躲過一劫。如果佢無走，你一時貪心落咗碟，將筆積蓄投咗入去，下半年你肯定血本無歸。血本無歸不特止，分分鐘仲會惹上官非，要負法律責任。老天爺強行踢走呢個假貴人，製造啲摩擦，令你哋合作唔成，完完全全係為咗保護你嘅大財富。你乜都唔使做，只需要感恩呢次擦身而過嘅危機。只要你喺8月穩穩陣陣守住自己嘅本業，守住自己嘅存款，唔好貪心去搏啲唔清唔楚嘅橫財。當傷害嘅月份一過，秋天嘅肅殺之氣消散，真正屬於你嘅安穩妥當嘅正財同偏財，自然會慢慢揾上門。
你嘅晚年有望過得極度豐盛，唔需要擔驚受怕。講到呢度，我深信好多屬豬嘅朋友，或者一直為屬豬家人操心嘅朋友，心入面嘅鬱結已經解開咗一大半。原來身邊人嘅離去唔係自己嘅錯，而係宇宙磁場幫我哋做緊一次大掃除。既然明白咗呢個因果，我哋接下嚟要講嘅就係作為家人、作為伴侶同仔女，喺呢個關鍵嘅8月，我哋應該點樣去保護同埋支持身邊屬豬嘅親人，幫佢哋平穩度過呢個傷害嘅月份，迎接下半年嘅財富大爆發。好多仔女同伴侶見到屋企屬豬老人唔開心，成日唉聲嘆氣，都會覺得不耐煩，覺得咁小事啫，使唔使咁？或者會講早就叫你唔好同佢來往，你唔聽。其實呢啲說話真係好似一把刀插落佢哋心度。屬豬嘅人外表睇落大大咧咧唔計較，其實內心特別重，感情特別遠。佢哋對人好係真心真意，所以被背叛被反目時傷得都特別深。佢哋唔係唔明白道理，只係感情上過唔去。所以做家人嘅千祈唔好講風涼話，千祈唔好落井下石。你要做嘅係陪伴，係傾聽，係俾佢哋足夠安全感。如果你屋企有屬豬嘅親人，你要明白，雖然大師話呢啲人嘅離去係好事，但係屬豬嘅人天生重感情，突然之間失去朋友或者親戚嘅聯絡，佢哋內心依然會覺得好失落、好受傷，甚至會有一段時間成日悶悶不樂，提唔起精神做伴侶、做仔女嘅你。千萬唔好喺呢個時候落井下石，唔好話佢抵死啦，一早叫你唔好信佢噶啦，又或者話佢蠢俾人搵笨，呢啲說話好似一把刀咁，會深深刺痛佢哋本來已經好脆弱嘅心，更加會破壞屋企和睦嘅風水氣場。具體應該點做？大師教大家幾個簡單又實用嘅方法。第一，多啲傾聽，少啲道理。佢想講你就坐低聽，唔好打斷，唔好急住講道理，唔好急住叫佢睇開啲，佢鬧人你就附和兩句。係啊，咁樣真係太過分啦。佢喊你就遞張紙巾陪佢坐陣情緒，呢樣嘢要疏唔好倒，講出嚟喊出嚟就好一大半啦。第二，轉移注意力，帶佢出去行下。放假唔好留佢一個人喺屋企諗咁多，帶佢去飲早茶，點佢最中意食嘅蝦餃、燒賣、鳳爪，帶佢去公園行下，睇花草樹木，睇人家跳廣場舞，緊緊地去下郊外行下山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大自然陽氣最足，可以好快驅散身上負能量。第三，同佢講清楚，屋企人永遠係佢後盾，你要同佢講冇事嘅，唔同佢來往咪唔來往咯。我哋成屋人陪住你，錢冇咗可以再搵。最緊要係你身體好，心情好。佢哋呢世人為頭家付出好多，最驚就係自己冇用，連累屋企人。你俾佢知道，無論發生咩事，屋企人都唔會離開，佢就會安心好多。家和萬事興呢句話唔係講笑，屋企和睦氣場就信財神爺先願意入屋。屋企日日嘈交烏煙瘴氣，就算有好運都入唔來。所以你對屋企屬豬親人好啲，唔單止係為咗佢，仲係為咗成個家嘅運氣。你要做嘅係多啲陪佢傾偈，聽佢發洩心入面嘅不滿。放假嘅時候，帶佢去飲下茶，行下公園，接觸下大自然，幫佢疏導心入面嘅鬱結。你要俾佢知道，無論外面嘅人點樣變，屋企人永遠都係佢最強大嘅後盾。家和萬事興，屋企嘅和睦同埋愛就係對抗任何傷害煞氣最強大嘅風水盾牌。當屬豬嘅人感受到家庭嘅溫暖，佢哋嘅內心就會重新充滿力量，本命嘅水氣就會變得清澈平靜，自然能夠吸引更多好運同財富入屋。除咗心理上嘅支持，我哋仲可以做一啲物理上嘅風水斷捨離嚟配合氣場嘅轉換。你可以建議並陪同屬豬嘅家人喺屋企進行一次徹底嘅清理，將嗰啲已經反面嘅朋友送嘅禮物一齊影嘅相，或者任何象徵住過去唔開心回憶嘅物品，果斷打包揼咗佢，千祈唔好覺得可惜。舊嘅唔去，新嘅唔嚟，物理上嘅斷捨離可以極大咁促進心理同磁場嘅重生，將屋企打掃得光猛乾淨，丟掉帶有負能量嘅雜物，就等於騰出咗乾淨嘅空間去迎接下半年財神爺送嚟嘅大禮。除咗丟舊物，大師再教大家幾個簡單風水小妙招，唔使花錢，自己喺屋企就可以做，專門幫屬豬朋友8月擋煞聚財。第一，清理玄關，點亮長明燈。玄關係一間屋嘅入氣口，
所有好運衰運都由玄關入來。8月一定要將玄關雜物清乾淨，唔好堆晒鞋、堆晒雜物擋住氣口。可以喺玄關擺一盞暖黃色小夜燈，夜晚睡覺嘅時候開住燈光屬火，可以暖住屬豬嘅水氣，驅散陰寒煞氣，等好運入屋，衰運走。第二，整理錢包換新財富，錢包就係你隨身財富。屬豬朋友8月可以將錢包入面嘅舊收據、過期卡片、唔吉利嘅利是封全部清走，只留常用卡同現金，可以放一張嶄新高面額紙幣喺裏面，寓意財富常滿，新舊交替。唔好將錢包塞得亂七八糟，財富亂，財運自然就亂。第三，換個新水杯接新財運，屬豬五行屬水，水杯就係接財容器。8月換一個新嘅乾淨嘅玻璃或者陶瓷水杯，唔好用有裂縫有崩口嘅舊水杯。每日朝早起身斟一杯溫水放喺床頭或者桌面，寓意接財入屋，源源不絕。第四，臥室保持乾爽明亮，好多老人家臥室中意拉實晒窗簾，黑沉沉咁，好容易積聚陰氣。8月一定要多開窗通風，日頭拉開窗簾等陽光入屋，床底唔好堆晒雜物，保持乾淨，氣場順咗，瞓覺都瞓得好，身體自然就好，運氣自然就賴。呢幾個方法都係舉手之勞，唔使花大錢，只要你有心做就一定有用。風水唔係迷信，係環境對人嘅影響。環境乾淨明亮，人自然心情好，精神好，做咩都順。環境邋遢昏暗，人自然情緒差，運氣差，做咩都碰壁。各位街坊，各位善良嘅朋友，人生就好似一班向前開嘅列車，有人喺呢個站上車，自然就會有人喺下一個站落車。嗰啲喺8月選擇離開你嘅人，無論係朋友親戚定係拍檔，佢哋喺你生命中嘅任務已經完成。佢哋可能教會咗你善良要有底線，可能教會咗你帶眼識人，放低執念，原諒別人。其實就係放過你自己。你嘅善良同真心非常之珍貴，絕對值得留俾嗰啲真正懂你、珍惜你、愛護你嘅人。我成日同大家講，人越老朋友越少，唔係壞事，係好事。因為年輕時候你識好多人，應酬好多局，你唔知邊個真心邊個假意。到咗一定年紀，篩走晒虛情假意嘅，留低嘅先係真正知己屬豬嘅朋友。你哋呢世人對得住天地良心，對得住親戚朋友，你冇欠任何人，你唔需要為任何人離開而自責，唔需要為任何人背叛而懲罰自己，你已經做得夠好啦。緣分呢樣嘢強求唔來，要走嘅人你留唔住，要留嘅人趕都趕唔走。與其花時間挽留一個唔想留嘅人，不如花時間珍惜身邊留低嘅人，花時間好好對待自己。後半世人唔好再為別人而活，唔好再因為顧及別人感受而委屈自己。合得來就來往，合唔來就疏遠。對我好嘅我就加倍對佢好，對我唔好嘅我就轉身走。活得通透啲、自在啲、開心啲，比什麼都重要。我今日苦口婆心講咗咁多，就係希望幫大家解開心結，唔好再為咗一啲唔值得嘅人去浪費自己嘅眼淚同埋福氣。我強烈建議你睇完呢條影片之後，千萬唔好只係自己一個人明白。就算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，將呢條充滿正能量同埋人生智慧嘅影片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，或者親手發送俾你身邊屬豬嘅父母、伴侶同埋好朋友睇。尤其是屋企有屬豬阿爸阿媽、阿公阿婆嘅，你一定要轉發俾佢睇。佢哋呢世人省吃儉用，掏心掏肺，對人最容易俾人傷害，最容易因為人情反目而傷心難過。你將呢條片俾佢睇，等佢知道呢一切都唔係佢嘅錯，等佢唔好再自責，等佢解開心結，就係你做仔女最大嘅孝心。你轉發呢條片唔單止係幫親人解心結，仲係幫成個家族積福報。你幫一個人走出負面情緒，就等於幫成個屋企帶嚟好氣場。屋企氣場好咗，財運、健康運、子女運全部都會好起嚟。上天一定睇到你嘅善意同好心，會將福報降臨俾你同你嘅家人。仲有，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最近正為人情煩惱，為朋友反目而傷心，你都可以將呢條片發俾佢，話俾佢知唔好難過，呢個係轉運先兆。你幫人解開心結就係積陰德，福報會返你自己身上。你要話俾佢哋知，大師今日幫佢哋解開心結啦，叫佢哋唔好再為咗嗰啲無情無義嘅人傷心難過。一家人齊齊整整，互相扶持，將屋企嘅衰氣同埋過去嘅包袱全部掃走。
當佢哋睇完呢條片，明白到失去其實係另一種得到，佢哋嘅心情就會豁然開朗。你呢一份關心同埋分享，唔單止係幫親人走出情緒低谷，更係幫成個家族打通下半年嘅財路同和睦氣場。上天同神明一定會睇到你呢份大愛同善意，將不可思議嘅福報、健康同埋財富源源不絕咁賜俾你同你嘅家人，令你哋世代昌盛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對命理同人際關係嘅剖析真係一語驚醒夢中人，俾到你極大嘅安慰同釋懷，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溫暖、正能量同玄學智慧嘅大家庭咁樣。以後每逢有更多教你趨吉避凶、調整心態、催財保命嘅大師級秘訣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，保證你同你家人喺未來嘅人生路上避開所有陷阱，心境開闊，財運亨通。以後每個月交節氣，大師都會提前同大家拆解下個月運勢，邊啲生肖要特別注意，邊啲方位有利，邊啲事唔好做，邊啲機會要把握。好似今次8月辛亥相害，如果早啲睇大師嘅片，你就唔會因為人離開而傷心難過，早就知道係老天爺幫你清理業緣。除咗生肖運勢，大師仲會同大家講好多實用風水知識、養生知識、為人處世道理，全部都係接地氣有用嘅嘢，唔會同你講虛嘅。訂閱咗打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每一期內容，每日都可以學到啲趨吉避凶方法，為自己同家人保駕護航。最後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，無論你之前經歷過幾多背叛同委屈，請你而家清空腦海入面所有嘅負面情緒，用最通透、最豁達、最期待美好未來嘅心，喺評論區打出業緣退散、迎接好運家和萬事興這12個大字。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強烈淨化宣言，代表你正式同過去嘅不快講再見，準備好迎接豐盛嘅人生。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祈福，將最強大、最純正嘅平安、旺氣同好運祝福送俾你哋每一位。唔好小看呢12個字，你打出嚟嘅每一隻字都係你心入面嘅意念，意念力量係好大嘅。你越誠心，宇宙接收到嘅信號就越強，好運就越快嚟到你身邊。打咗之後，你可以深呼吸3下，將心入面嘅唔開心、唔順意全部呼出去，將好運、健康、財富全部吸進來。大師喺後台會為每一個留言嘅朋友誠心祈福，祝願所有屬豬朋友小人退散，貴人臨門，身體健康，財運亨通。祝願所有屋企有屬豬親人嘅朋友家庭和睦，老少平安，下半年順風順水，財源滾滾。祝願大家8月平平安安，小人遠離，下半生順風順水，有錢有健康，一家人開開心心，享盡榮華富貴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生命天機，祝大家事事如意，下次見。